分析数据以后，来呈上来给我们的讲员。那我们今天的讲员有4位，不包含我。好，这4位里面第一位是我们的双联幼儿园现任的园长，林美琪林园长。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投身在幼儿教育里面。那第2位是我们的吴建贤长老，吴长老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航运业工作，一直到去年退休。那第3位是我们的李思礼长老，李长老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就一直在外商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商工作，那也是到现在退休。第4位是我们的邓明斌执事。他是现任的中华民国劳保局的局长，那他们都有许多的职场以及信仰上的经验，可以在这边跟年轻的各位分享。那鉴于这是一个新的报名方式，所以呢，根据我们后台的数据显示，从3月3号我们开放报名的连结至今，一共有106个人来报名，现在人可能还没有到齐。那最诱使我来参加今天的座谈会的原因，是因为有60%是女性，有40%是男性，所以我特别支开了我的太太跟小孩，应该还没有来，好，那我们有47%的人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少于2年的有18%，有2到5年工作经验的人约有32%，所以呢，也就是说50%的人都是年轻的在工作的人。那在我们参与的与会的人里面，现在所投身于的产业，是新创产业占27%，有最多的将近一半的人是传统产业，而有12%的人是医疗保健以及社会工作者。好。那有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都会在中场以后，把这些问题来回答来交由我们的这个主讲者4位主讲者来回答。那在开始之前，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有拿到这一张小张的卡片，等一下也会投射在这上面，给大家分别有黑色的 QR code。是提供给大家能够即时提问的。好，那即时提问我们运用的是这个叫做好，没关系，就是一个学习的平台，可以针对于每一个主讲者来提问。那里面已经有一些已经设定好的问题，那大家可以跟着现在大荧幕所秀的方式，来操作。好，你可以选定你想要问的主讲者。那里面已经有人问的问题呢，你可以去里面按赞，就是大拇指，当然可以不用按那个 thumb down， 好，大家都按 thumb up， 那我们会统计出最想问的问题来替您询问我们的主讲者。在结束之后呢，也会有大家手上拿到的这一张小卡片里面，蓝色的那一个 QR code， 这是我们的课后问卷。那只要你填完了以后呢，到前面的到外面的那个柜台出示你提问，我们就会赠送精美的小礼物，是由我们文贤执事所提供的视障关怀基金会的小礼品，它是一个手机座，背面有经文，是一个很精致的木质的手机座，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就即将进入我们主讲人的分享的部分。那在主讲人第1阶段的分享里面，我们会请主讲人特别在他们的短讲里面提起何时是他们的信仰进入他们的生活，是在工作前还是在工作后？那以及第2个他的职场的选择是否跟他最后一个阶段的学校经历的同学是类似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以及为什么一样？然后呢，还有家庭、信仰以及工作如何在职场里面能够兼顾？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在第一阶段讲员分享里面，我们会希望在我们的主讲者能够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各个主讲者。第一位是我们林梅琪园长。各位午安。在双联，我想真的不缺专家，在座大家都是专家，但是我们缺的是大家。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能够莅临，先在这里谢谢大家。那今天所有的主讲者里面呢，第一个我是女性，第二个我是最幼齿的。因为我从事的是幼稚教育，哈，所以呢，今天有这样2项优势，应该可以得到赞吧？谢谢。那能够站在这里呢，首先要说一句，真的是荣耀归于主，但是不是那个鲑鱼哦，哈。我们要讲的，从我开始信主是什么时候，其实是很奇妙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读一所基督教的学校。当时呢，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学生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就带我们进入学生团契，所以当时呢，我就决志信主。信主的过程非常的奇妙，就是当时呢，老师会带着我们周末、周日去教会做团契的学生活动。那我觉得我在那边交到好多的朋友。大家知道吗？高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为了拼学业，在我们那个年代，学业非常的重，所以我们为了拼学业呢，非常的认真，所以要有多余的时间参加学生团契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很乐于其中。接着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考上了幼教系第1届。那我的学校在花莲。那花莲呢，好山好水，但是真的好无聊，哈。好无聊，就是有人问我说：“花莲的夜市在哪里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一个时髦的地方。当时呢，我做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到应该是家福中心去当义工，哈。那我就播下了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种子，就是我觉得公益是需要人的，哈。那当时有一群朋友跟着我一起，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活动。接着，我们的学生生涯就毕业了，开始步入工作。那大家觉得毕业就表示你什么都会了吗？都不会，对不对？毕业不代表你什么都会了。所以当我要选择职场的时候，我真的很迷茫，我到底能不能将我所学的幼教这个领域能够发挥？所以呢，当我知道双联幼儿园在招考老师的时候，我就前往报名。前往报名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我坐着公车经过了双联教会，当时我就祷告，我说双联教会是不是跟双联幼儿园有关呢？有没有关系？有哈。所以呢，当我坐着公车坐到10排，我下车找不到双联幼儿园在哪里，所以呢，我就又搭着计程车到双联幼儿园。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工，我就问他说：“我是新来的老师，我可以在哪里面试？”那位同工今天好像也有来，他就说往里面走。结果我就往里面走，我一看吓了一大跳。当时有100多位在应征老师，哇！我开始觉得说，我到底学的够不够我用啊？好，所以呢，当面试经过笔试、请法、口试之后，我得到的答案就是回家等通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所以呢，我就很害怕，因为你们知道那一天有多少人吗？有100多位要应征老师，当时我们是要应聘10位老师，所以我就回家等通知。很幸运的，我考进了双联幼儿园，我打败了90几位，这样可以按赞了吗？谢谢。
进入了工作之后呢，当然很幸运，我的工作就是跟我学习的有关。但是呢，当我要真正接触到教学的时候呢，我的前辈就告诉我说：“下午你要教什么？你要赶快练习，因为我早上会做一次给你看。”结果我就赶快学习。可是到下午，当我真正要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哇！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完全忘记我要教什么了。这是我刚刚进入工作的经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刚到职场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帮助我。就是说，回去你要多练习，你这个准备故事要把它多讲几遍，对着镜子说一说，看看你到时候跟小朋友讲的时候，你敢不敢讲？当时我们一班有多少小朋友知道吗？给你们猜猜看。40个。再说，40、50。我们当时一班是55位小朋友，早上55位，下午55位。你想想看，老师的头脑是不是要很灵活？哇，要记好多的人名，把它对照在一起。我记得我们的名牌是红橙黄绿，我们就要把红色的班级的孩子给抓到红色的班。非常的不容易。就这样，我进入双联之后，在双联幼儿园谈恋爱、结婚、生子。那大家会看到资料说，好像我认识一位男主角已经10年结婚，对不对？那是认识不叫做真正谈恋爱。我跟我的先生，我们真的认识了10年，那为什么说有家庭革命呢？其实，当我的工作都很顺利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是分隔两地，因为我先生是华侨，所以呢，我的父母就非常的反对，当时就说华侨都不是好人呐，所以呢，我们就很挣扎。我们其实10年当中有8年都是靠书信往来，那所以练就我现在写的一手好字。好，经过了一些征战之后，终于我的父母也到对方的家庭里面去看，接纳了他，所以我们就结婚。当我的工作已经慢慢的稳定之后呢，进入家庭，结婚，接着2年后我就生了我第一个大孩子，男孩。这个时候，职业妇女面临到要带自己的孩子，还是带别人的孩子，就开始有一些想法了。当时我的妈妈说为了家庭的经济，你应该还可以工作，我可以帮你带孩子。哇，我听了好高兴哦，因为我们都很担心，对不对？孩子没有人带，或者要给保姆带，我们都非常的担心。所以呢，我的妈妈就帮我带了第一个孩子。隔了2年之后，我有了第2个孩子。哇，这时候我妈妈就说：“我没办法帮你带了，因为我的体力有限哦。”所以怎么办呢？我就去拜托我的姐姐，我说：“你可以帮我带我的孩子吗？”哇，我姐姐很挣扎，因为她自己也有2个男孩。接着呢，她常常是坐着公车带着4个男孩。哇，人家都说你好福气呀。好，当我孩子到了幼儿园阶段，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工作就在幼儿园里面，所以我就开着车带着2个孩子到幼儿园上班。所以呢，这个阶段是我跟孩子最甜蜜的时光，因为我跟他们最亲近，早上就一起上班，下课就一起回家。可是我的工作面临到变化，我的工作从老师的职责开始接受到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大家都知道，以前双联幼儿园最多有多少小朋友？猜猜看。1200、2000。好，公布正确答案。双联幼儿园最多的时候有2300多位小朋友，是一个很大的幼儿园，对不对？没去过的举手。好，手放下。双联毕业的举手。没有。好 ，OK。有。好。那当我接到行政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忙碌于我的工作，真的是回家的时候都是天黑的时候，所以我又开始很征战。
职业妇女就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到底我在工作跟我的家庭，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那时候好挣扎，所以我决定要放弃我的工作。当我决定要放弃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跌破眼镜，你怎么可能放弃工作？因为你是一个那么认真的人。”我说没办法，孩子快要进入小学了，我不希望他们天天都在补习班里面。可是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其实要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要有适当的空间。如果你易子而教，把你的孩子交给别人教，你会有比较好的亲子关系的品质。我也很挣扎，因为常常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要讲故事给孩子听，他们就说：“妈妈，妈妈。”我说：“什么事？”他们就说：“妈妈，翻页了啦！”因为我已经睡着了。好，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离开了双联。离开了之后呢，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回去做一个好妈妈，扫地、拖地、煮菜。可是我发现我真的在生活上是需要很多的学习，因为工作的十几年之后，在工作上面很专心，可是在家庭生活真的是觉得好像比上班还累耶。好像衣服永远洗不完，工作永远都做不完。所以呢，我的同学又邀请我到另外一所幼儿园，我又加入了。经过了4年，我又再度回到双联。这一次我的工作又不一样了，我的工作已经从一个行政职到一个专职的行政人员来做一个园长。那大家知道吗？双联幼儿园到目前还有800多位的小朋友，所以我会看到800多位不同的家长，有爷爷奶奶，有爸爸妈妈。有很多都是很年轻的，所以我要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头痛。可是呢，信仰带给我的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感到很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其实你在工作当中得到的成就是周边的人带给你的，包括孩子，孩子是最纯真的，对不对？我们做教育工作没有办法一下就到达，可是呢，当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我的毕业生现在都30、40岁了，虽然我还是要保持骗人的样子，但是呢，我知道我的信仰可以影响到这些学生、这些家长，还有我的员工。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员工里面有老中青3代，所以呢，我会面临到有老师失恋了，或者有家庭经济突然有问题，或者有的人身体突然出现了状况。在这些状况之下呢，我更能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帮助他们。那当然，很感谢主，我在这样的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发现到，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会迷惘，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迷惘。可是呢，常常我就借由圣经中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我也告诉员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当然，他们有的不是基督徒，有的还在慕道。可是我们都欢迎他用这样子一个圣经中的话语来鼓励自己，因为其实在一路走来，我看到年轻人在职场上面对的问题，跟我自己经历的问题是一样的，一样的问题，一样会碰到家庭、孩子、择偶这些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迷惘，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上帝可以问、可以依靠，还有一些属灵的伙伴会成为你身边中很棒的一个支柱。因为我们常常借由祷告
来帮助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很能力很强，也不是我们什么都行，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要突破自己的困境。那今天社青邀请我来，那我看到很多是真正的年轻人，还有进入职场的新人类，还有一些是壮世代的年轻人。不论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希望你能够勇于提出你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你的伙伴，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可以帮助你。藉由很多的问题提出，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朋友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知道我爱哭爱笑，碰到不愉快，碰到喜欢，甚至连看喜剧，可能我都会哭。那我会把我自己的情感真情的流露出来。我也很希望说，我表现出来给我的同事也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会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你们也会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很希望说，借由今天这样的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到底职场上还有哪些问题？除了我刚刚回答的这些，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回答。时间已经到了，好，记得按赞哦，谢谢。喂，各位年轻人，大家好。我今年68岁又5个月，看得出来吗？当然是看得出来了。这个想法是上次要成立这个教会的这个社青牧区的时候，我跟文贤执事交换一些意见。我是讲哦，你要邀请那个日政当中50岁上下的这些人当还记得一些事情的时候，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年纪70了，还要回想小时候怎么样本来是写一大堆了他们说你要走来走去。我是第4代基督徒。有时候讲说这第几代，人拢讲不会的第4代啦，永远嘛第1代但是要矫正这个观念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它是有差别的。第4代以后就好像互不过3代嘛，对不对？你这个有什么好夸的？信仰第几代？应该说你到底对这个信仰，对这个服事，你到底经过4代之后是什么样子嘛？这才是重要嘛。以为4代前拢传道师丢路过来了，那照会对去。我从小就是妈妈对我信仰非常的要求，特别是我家真善巧了。我讲我是大贵 K 桃园现在春日街再走进去那个大块溪，再经过桥，在里面那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长大的。其实我本来是不需要住在那个地方的，我爸爸工作也不错后来我常常说我是很类似虽然不是真的单亲家庭长大，类似单亲家庭长大，因为从小就很少看到爸爸，很少，只知道说他蛮会做生意的那我从小就是在外婆家没地方住，就回去外婆说回来我们家住就回去那边住。所以我从小就是我外婆是很好，信仰非常好，我妈妈信仰非常好，所以虽然很穷，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就受到外婆、受到妈妈整个信仰的影响。所以我小时候呢很皮，非常皮这有时间再来分享，皮到可以出书。那个我妈妈读册爱认真，但是你读这拜节一定爱去主日学，哇，这个我都非常对我来说是很困扰。那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叫做张惠玉，可能不认识。我跟你讲，张惠玉大拢是谁？我看到那个我是张惠玉的先生，
这不跟他好过没啥好。然后呢，就是整个的在信仰上的，从主日学到少年团契，我们以前是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圣歌队哦，这样一路的。虽然一开始不愿意，妈妈会一个鞭子在手啊，吼，你这无老爸吼，这无法给你教死吼，袂使。把酒溜点，人知讲，爱做什么代志。我妈妈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我，都是眼睛一死我就知道哦，你要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所以在桃园教会主日学，一直到圣歌队，到我去当兵之前，我就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好的栽培、养成。我也参与了教会很多事工，我每个礼拜六都去打扫，我刻钢板。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参与教会很多的事工。那我退伍的时候是民国，在共产民国年不出席哦，民国68年、67年了哈。然后回来没多久，因为以前都在教会这样长大，他的单地退伍登啊，不然被当长执嘛，你来做执事，所以我回来就当执事，所以第一任的执事在桃园教会。所以信仰对我小时候的影响是非常大。那我常常想说，我一生当中，我等一下如果在职场给我没有面试过了。你要写履历，我不会写啊。那为什么？话说就是我退伍的时候，我还在桃园。那因为我是读化学系的，那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跟你的同学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我原来是读物理系的，而且读得非常好。后来有一天想说，比赛的物理系的出国，那时候物理系你不出国是没有工作啊，失业。物理系毕业叫做失业，所以物理系几乎全班都出国。我喜欢转来化学系哈，我想那时候化学系也蛮热门的啊，我化学系，没想到我们班50几个、40个出国，所以我们在台湾算少数。出去的都是像我们有中研院的副所长什么一堆。台大化学系主任的，都是在这个学术界或者非常杰出。那我们大概10几个就觉得那就是好像别人去 give 第一人一级啊，人家出去 master， 然后 PhD， 然后后博士，然后 post 那个 PhD 那我之所以不能出国，是因为我已经体认到我妈妈，我刚才讲过嘛，类似那个单亲家庭嘛，非常辛苦，她从小就是。做雷亚，他是贵企的雷亚翁，做雷亚翁。那时候就是接单生产的呢，不容易耶。那因为品质好，所以人家50顶、100顶，他就一直下 order。我妈做个手边弄起啊，做不完啊。我就从小，他不止做这个，他还打零工，还卖百褶裙。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你们这年轻人没有看过百褶裙，我们那时候还得了啊！50年前百褶裙是非常风行的，大筋滚。他都中午时间去卖。休息时间跟老板讲一下，或者工厂主任讲一下，进去卖百褶裙。后来我们家庭变加工厂，我也必须要放学就打那个雨伞头，还去做那花生糖，哇一堆。所以我妈妈非常辛苦，辛苦到我们看在眼里，就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可以撑起一个家，又养了3个儿女，就是信仰。她每天晚上再辛苦，白天再辛苦。他每天晚上，我们那时候在贝卡槟城，他就是在邦达里面，就是灵修唱诗，每天不间断。我们觉得他的信仰真的是支撑这样一个家，不但要养，还要育，那最后还好了，我们3兄妹也给妈妈一些交代了哈，OK 了。所以看他那么辛苦，我转化学系毕业当兵回来1个礼拜就去上班。为什么不用面试？因为那个基督徒那个是基督徒老板叫林瑞典，永存化学现在上市公司。那个总务主任叫做吴文义，他是后来也去当牧师。那我们在桃园教会、南港教会经常在交流，所以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还 OK 啦。来，你来工作。我想我要跟探钱啊，妈妈这么辛苦啊，就去赚钱。就在永存化学做了3年到4年，老板对我很好，那边有教堂。我一去，因为我们在教会养成嘛，所以去就带领早上的礼拜的唱诗，然后解整个对 background 整个诗歌 background 做解释。从那边也将教会的养成，其实在这个领域就是 leader 啊。
我们的同事哪有像我们这样受过训练啊？在那个当中，然后在专业的能力上面不断加强。后来在这个公司也负责到技术服务这个阶段。那有一天，就有人找我了，其实透过张老师啊，哈，张老师是以前双联教会的干事。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来问说，你先生要不要来台北工作？听说你现在很辛苦啊，哈，一个桃园，一个台北。那我就说好啊好啊。结果来的是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叫陈千玉。他50岁就过世了，很可惜。我说好，我来找。后来吴新面、吴威雄，就跟我谈，这些都是以前像吴新面，他还是在美国从事很多对台湾的各方面的。到了是吧？剩下1分57秒，我在讲开戏年呢。好，简单的说，就是我在工作上，就是也是因为是基督徒的老板，后来到了安心贸易公司，也是基督徒的老板，然后也是教会的，就是通通不用面试了。你是张老师的先生，你就过来上班，一直到后来这家贸易公司，我们等一下可以分享，就是被德国给 merge 掉，后来从此就过着外商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生涯。大概先做这样的分享，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来分享。大家平安。人数现在应该是有比较多了哈，比刚才开始的时候多。我叫吴建贤哈，也被这个被引导说要先讲信仰怎么样进入我的生命哈。那其实我信耶稣是有过程的，是有代价的，不是我自己受伤哈，是我母亲为了要去教会呢，被我外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外婆只生我妈妈一个人了哈，所以她就跟我妈妈一起住。那我妈妈为了要去教会，回来就被我外婆殴打，家暴呢，家暴很厉害哦。那古时候的女人家暴是很厉害哦。那女人打女人是怎么打？一定是抓头发，对不对？然后抓头发去撞那个桌角啦。所以我母亲这边有一个疤，我信耶稣是这样子来的哦。她付出惨痛代价。我妈带我们去教会，我们家有3个小孩，我妈这样子带我们去教会。那个是一个安息日会，各位知道安息日会吗？大家知道台安医院吗？台安医院就是安息日会办的哈。因为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他们是礼拜六聚会。我一直在那边念幼稚园，到了其实我只念半学期了，但是我都号称我有念幼稚园哦。到了念小学以后，因为要上课啦，到了不晓得是2年级还是几年级，就不能够礼拜六早上去做礼拜，因为这样子我母亲就转到我们家附近的长老会，所以我的长老会的生涯是从大概小学2年级或3年级才开始，就进入主日学，就这样子来。所以我们家的信仰是我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开始的。在我们之前我们是什么生活？我虽然是在教会的主日学，可是因为我外婆还是在我们家，所以平常我是跟着外婆到处去哈。那我妈妈要打零工啊，很像司礼长老他妈妈一样，打零工去联勤被服厂去赚钱哈，帮忙养家。那白天要干嘛？我们就跟着外婆到处跑。外婆是非常传统的台湾的妇女哈，一定都是传统信仰，所以她带着我到各个庙去拜哈。所以我拜到高雄的庙，拜到台南的庙，哇，客运搭好久。我还被我外婆命令说我要喝那个符水了，就是一个庙，然后他那个庙上面不晓得，他就弄一点灰炉灰，然后就放在那个杯子里面，就叫我喝下去，说哦，安内搞读册哈，
哦，那没办法，我就喝了，喝了立刻跑到后面去吐，吐到不行哈，这是惨痛的经验。虽然小学已经在主日学，可是在家里面的生活是这样，有2极化，因为我外婆一直在拜，在我们家，然后我又一直跟着我妈要去教会哈，所以我外婆跟我交代一句话：你们小孩3个哈，去教会不要紧，但是千万别使洗嘞哈，别使落教哈。就是可以去教会，但是不能够受洗啦。可是后来我们都受洗了哈，然后我们就拼命为外婆祷告，拼命为外婆祷告，所以我们外婆后来也受洗了，啊，所以她也是个神迹啊。那个也要讲一篇道理哈，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后来我父亲也受洗了哈，所以我们家全家人都受洗了，就这样开始。好，我在教会长大。参加主日学，到了少年团契，这个基本上过程跟司礼长老都一样哈。然后到了青年团契，参加圣歌队。刻钢板，他刚刚有讲刻钢板，你们知道刻钢板是什么意思吗？作弊，不是作弊啦，是真正的刻钢板啦。那是一块金属的钢板，然后用个蜡纸，然后我们去刻到要干嘛？要印谱啊。印圣歌队要唱的谱，我们要画谱，画5线谱，然后填那个字，然后印好以后给圣歌队去练歌。那时候没有版权的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子刻，然后刻周报啊，刻一刻，然后印，礼拜6就要印完以后，明天早上才礼拜天的时候可以有周报发给会友哈，然后写那个今天的顺序，今天礼拜的程序，圣诗。第几首圣经是哪一卷圣经的第几章第几节？我们礼拜6就要在那边写好了哈。这是我们这个初中、高中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过来的。到了大学，我是念辅大，跟司礼长老一样哈，所以绝对是巧合哈，没有特别事先安排的。司礼长老是念化学系，我是念经济系哈。那他们班都是出国，我们班没有人。大概2、3个人出国，所以我们是比较本土的啦。我们理学院是洋派的，我们商学院、法商学院这边是比较本土派的哈。所以我们其实校园里面也有分哦哈。好，那我在那个时候到台北县，我那个时候一辈子最远只到台中，只去过日月潭南投哦，我没有跨越过台中哎。我一直到念大学才跨越台中，我是生平第一次到北部来，所以念辅大到新庄台北县，那个时候才加入校园团契，那时候才接触到说哦，原来长老会以外还有其他的教派，哦，原来祷告还有那种不一样的方式的，怎么一边祷告一边有人在那边阿门阿门阿门啊？我说奇怪，为什么还没结束就在阿门了哈？就很多不同的教派，然后大家融合在里面，我们就学习到好多的诗歌。我那个时候也参加了校园团契的那个诗班，那我们就组一个4重唱，我们就在校园里面去比赛，我们还得了第1名呢，第1届哈都第1名。后来我们就这一团呢，我们就到处去布道哦，在校园里面布道，到外面去布道哈，到孤儿院去布道，这样子培养起来。后来我回到故乡，我高雄嘛哈。回到故乡，我毕业以后我没有当兵，我去抽役男，抽的时候抽到不用当兵了，补充兵了，啊，那不用当兵就省了1年10个月哈，所以我就毕了业，我记得6月27号是毕业典礼，7月1号我就上班了，那是一个美商公司哈，所以我就回高雄去了，就在那个在工作，那一方面我在教会里面。因为我在校园团契有学到诗班啊什么，所以我回到教会里面，我就自然而然就参加了诗班，然后没有人当指挥，我就好像我很厉害，就当了指挥，当了几年呢？对吧？2、3年了，我根本不会指挥，那就没有人了哈。好，那是神给我的机会去训练我。工作，其实我在从小的养育过程，我是一个很内向又木讷又寡言的人哈，小孩哈。然后我去校园团契，我这样子整个过程下来，我后来回到高雄，我那个教会的一个同年龄的那些弟兄跟我讲说阿贤你变了说我变了哈。
我不晓得哪里变了哈。我说哦，你变了，你的个性怎么都变了哈？大概就是变得跟人家讲话不会流汗哈，然后手心不会冒汗，然后不会脸红哈。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去上街买东西，一个人去买东西，去一个电器行买东西哈，买我们公益课要用的那个小马达。我大概花了5分钟时间才跟那个老板沟通好，因为我一直讲不清楚到底我要买什么。那老板一直讲说，啊，到底是要买什么？我说我要买的，我那边买的莫达哈，但是我一直发音都发得很不标准啊，反正我很紧张啊。啊，那老板当然听不懂哦，大概花了5分钟时间才买到我的小马达哈。好，我是这样的个性。后来我到了。工作哈，我第一个工作竟然，我刚刚那边有标示哈，是一个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那是个外商哈，当什么？当业务人员，这种个性的这业务人员呢，然后去客人那里哈，陌生拜访啊，去给人家拜托啊，给货给我们债啊什么，哦，那个时候多挣扎，多可怜，那个时候内心很受伤，因为客人怎么跟我讲说。你实在不适合当业务哎！我还遇到我们辅大的学姐哦，那个是织品系的，都在成衣界当主管。我说、啊、那特董啊，这个是学姐啊，就去他啊，我学长啊，你要帮忙啊。我说你要不要考虑改行？老是这样子受伤过来的哦，所以神把我放在一个这种完全跟我个性不合的地方，让我得到。我就是说栽培我了，训练我，一直磨练我哈，在站在人面前讲话，到目前为止，我手心还没有冒汗哈。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走的路，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是怎样哈。然后我在那边一共做了29年，前后做了29年，有2个公司哈，就是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公司哈。那1994年我就当了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总经理哈。所以我41岁当总经理，一直当到去年哈，那也是真的是很福气哈，真的是一个做韩漫的囡仔哦，做韩漫的人啊，神竟然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时间搁偌久哈？搁4分钟哈。啊，搁来讲说哦，说我被交代的第2件事情是我的工作跟我学的科系有没有关系？各位你觉得有没有关系？读经济系跟这个船公司有关系吗？有啊，有的举手。哦，有，好，谢谢。那时候我也觉得有呢。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哈，你知道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要考预官，对不对？啊，我不是抽到不用当兵吗？所以他们在考预官在拼啊。后来有没有说啊，吴建学你当班带好了？我们大家都在忙着考预官，你又营也没事干。你当我们的班带，我就变成毕业班的班带。我到现在都还要召集这个系友会，啊，班友就是我们的同学会。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要我讲到哪里去了？说年纪也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说经济系后来要干嘛？有做过问卷呢，有不晓得哪个单位来我们学校来做问卷哦，说啊。你觉得你以后要从事哪一个行业啊？你觉得你去找那个工作，你的待遇大概会有多少？我那个时候填，各位你觉得你猜猜看，我那时候填多少？我猜哦，我如果当时出来做工作哈，大概可以领3000一个月3000，啊是这样啊，真的不知道读经济系到底是能够走哪一个行业。因为经济基本上是比较是理论，哦，他在讲逻辑的，讲一些原则性的。后来走这条路，我们也硬说，我有学过贸易哦，所以轮船不是在做贸易的吗？搬人家的货从甲地运到乙地啊，就是这个啊，硬扯关系啊，也是有了哈，也是有。结果上帝特别怜悯啊，那个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在发展。所以呢，需要很多人，那船公司也很多，那我那个时候呢，在学校有学过日文，修日文啊。这个公司需要有一个负责日本客户的，然后就说，我会日文，然后就真的去考试，他说好，你讲讲看，用日语讲讲看。
我就这个那个啊，结果那个说好了 ，OK 好，就这样就好，了解。然后你用英语就念那个China Post 哈。啊，你念一段给我听。啊，念说，哦，这个音不是这个发音的，不是这样发。啊，好了。然后呢，就说好了，就这样好了，算可以了，这算可以了。我就这样子进入这个公司，就这样开始的。8000块，1个月8000，我那个时候期望只有3000哦，神给我8000呢。你说我要不要更努力的在圣歌队，更努力的在服事上面哈？就这样子开始，后来就调到台北来哈。工作上跟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还有我们的家庭，我是1981年结婚的哈，这个月我们满40年了哈，这个月满40年。那当然结婚以后不一样的责任哈。那因为我只有我在上班哈，不像司礼长老张老师那个时候还有工作哈，我是一开始结婚以后，我大概就没有上班了，就在家里带小孩哈。有2个女儿哈，那现在都在工作哈。那我在教会里面任职啊哈，我是从27岁当选高雄教会的执事开始哈，然后后来我们就搬到台北来，到台北来就是一直在双连啊。那到双连的几年以后，也被选为执事，然后一直到现在啊。中途有一任我没有被选哈，好，大概时间到了哈，好，谢谢各位哈。各位好啊，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换一支麦克风了啊。首先要感谢我们社区牧区了哈，尤其是我们那个文贤执事哈，安排我这一场的这个职场的分享了啊。说实在，我们工作上确实哈，这一阵确实很忙碌了啊，所以我说实在，我从来没有仔细的回顾我的职场了啊。都是片片段段的记忆啊，那真的是为了要准备这一次，能够让各位从职场中来分享说信仰如何陪伴我们的历程，所以我确实有花一些时间哈，关在房间里面好好准备。所以我太太开门见山说：“哎，你在干嘛？我独自一个人躲在那边干嘛？”啊，事实上是我真的是难得有时间。那尤其是这一阵子啊，这一阵子刚好2个重要的一些劳工议题，所以其实我全心都在准备一些资料，跟提供一些评估的意见，给高层的长官来做参考。那前一阵子也是常常这个上班时间都要 stand by 了啊，随时随扣，然后去做一个妥善的说明啊。所以说实在的，没有很完整，但是我还是试图了。想说利用今天的时间，我大概怎么样来信仰在我职场中的这个陪伴，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因为这些回顾，其实就想起一些很多的酸甜苦辣，一时涌上心头。有时候在房间里面，自己虽然还没有面对大家了啊，我已经有点眼泪啊，就眼眶就红起来啊。那我想今天大概分成3个阶段，好，就我职场中，其实我也是快退休的人，所以我回顾起来，其实在职场其实也蛮久的了啊，所以我大概分成3阶段来跟大家做分享啊。那第一个阶段是我初入职场的一个青涩的阶段哦。那大家从那个背景资料看到说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啊，那。刚才有人说他物理系，即便物理系毕业都很难找工作。那说实在，历史系、文史科啦啊，真的是更不容易找工作了。所以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建议说，哎，这个为什么还要设历史系？我看历史系应该废掉哦，在网络上有这么讨论啊。那当然，我重点不在跟大家讨论说历史系重不重要啊。今天不是在分享这个，只是说，其实欧美有很多的 CEO 啊。
他们都需要具有文史哲加上艺术的学养，也有很多要杰出的表现啊。我不是讲是说我今天是历史系毕业，那有杰出表现，不是这样，而是说，也许我们是要面对这个事实没有错。所以当时我在进入职场的时候，从退休，从那个毕业，然后到这个我们这个当完兵，退伍了啊，退伍不是退伍，然后这个确实就很难找到工作。我想今天一样，30、40年前更是一样啊。那所以真的要找到工作，就我来讲就是用考试，那看看怎么样进入公职，可能是我唯一的出路了啊，可能是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抉择了哈，不是很多的抉择。那也感谢上帝赐给我恩赐了啊。考试一直对我来讲，其实在我人生的阶段来讲，考试一直不是一个难题的啊。也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考进了这个公家单位开始我的这个公职的生涯啊，公职的生涯。那刚开始的阶段，大家想象在还没有解严的时候，尤其是在公家单位，我看只有立正稍息跟听命令，一言一行都要受到严重的这个我们都要遵守我们的主管、我们的长官他的指示。事实上没有办法像说今天翻转世代，在职场上说可以很自由开放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也因为我受过这种磨练，我告诉我自己说，哪天我们当了主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容许大家，一定要自由开放的讨论，而不能说一言一行都要来指导人家这是我提醒我自己的。那在那个比较属于我们讲白一点属于比较新时代、比较寒酸的时代了寒酸的时代，确实我记得我们当时进入职场的时候，大概薪资大概13000了也就13K 了那之前大家在讨论、在批评说怎么22K， 看起来这个现象好像经过30、40年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了这是一个国安问题那但是我后来我们家一个数据的比较参考了。在我那个时候，台北市的这个所谓蛋黄区一坪新屋不是旧房子新屋一坪是7万上下。现在，即便年轻人是30K 或是35K， 但是现在台北市蛋黄区一坪新屋是120万。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很辛苦，我这一句话好像现在讲不太出来。从这角度来切入的话，那在那个时代，我刚进入职场，当然就是一直在学习。然后后来经过几年之后，我成为一个小小的干部，我到了劳工局当股长，那带领了一票不多，大概6、7个、5、6个那为我的劳工福利业务，因为那时候我这个办理的是劳工福利业务。那劳工福利业务在当时在地方了它最主要就是要办一些才艺竞赛的活动啦、摄影比赛啦、卡拉 OK 比赛啦，但是还有，比方说那时候还有劳工住宅贷款等等。所以那时候我的最主要的工作，常常就是要跑中山堂、跑社教馆、跑国父纪念馆，去租借场地，要来办活动。因为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很多工作都外包给厂商去办理，我们那个时候是从头到尾拢爱自己包啦，没有人来帮你办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刚进到这个职场的话，其实工作比我们相对来讲，比我们轻松很多了，比我们轻松很多。但是忙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在心里想说，我真的要这样子，只是我的活动就是这些采购啦、挂画啦，然后这个租借场地啦、搬音响啦，这样子而已吗？事实上，也许你刚开始做会觉得，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如果你做了3、4年之后，还是同样的工作，你就会心里想说，我要不要换个工作？我想，年轻人刚入职场，经过3、5年，你一定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工作？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那其实我很想说进到一个比较属于研究、分析、评估法令的规定这个工作。其实，在内心里，我真的是很想这种工作，但是在劳工局的，它的业务的内容属性，跟这个是没有相关的啊。所以我内心当时其实一直在祈祷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机会来转换工作？后来真的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有一个同事，当时的劳委会刚好要这个抢在劳工局里面找一位同仁去那边这个升官，然后顺便补一个缺。那也因为那个同仁，他觉得说，他有一个小主管，结果到了劳委会之后呢，好像一个承办人一样，也要签公文，也要写报告，所以他评量之后，他觉得说他不适合，他不愿意，所以我才有机会变成第二个，那就变成我是第二个那我就进到劳委会，所以在那个转折当中，我才进到劳委会，从事，比方说劳工保险这方面的法制啦、法规啦，还有国际比较，知道说人家的制度怎么变动，这变动当中，事实上是有各个社经情况的一些变动跟分析。其实好像跟我历史研究也很关系。我们要了解说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人家为什么会这样想，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改变？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我吸收很多，当然有长官同事的指导跟协助，但是我觉得上帝真的帮忙我进到我喜欢的工作。那当然，你到了中间干部，经过几年之后，你会再升迁到一个比较属于高层的中间干部，比方说是专门委员，比方说副处长、副市长。这个阶段我大概也待了十几年左右。那这个阶段其实是我职涯当中另外一个比较属于灰色时期，因为你有些想法，你有一些意见，你不一定会被采纳，那么，在很多的决定上，也许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说，我们很有才干的我们的这些会友，那你在职场上可能也会遭受到这种情况，因为你有好的意见、好的想法，但是只能关起门自我欣赏了因为这个部分就如同说，过去有某位的副总统，他说深宫怨妇了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面，虽然有这么外部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论碰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怎么样去认真的思考问题，面对问题，寻找解决的答案。在可能我认为可能事实上我们的准备也许还不是很充足。上帝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自我的学习，学习深入一点，学习好一点，随时都在准备，准备总有希望，隧道总有尽头天一定会光了不会常常暗的了就像说有一次我们去，我岔题谈到说，我去旅游的时候，从那个意大利北边，然后要进到法国的南部，那个隧道很长，我看不输我们的雪隧了我们雪隧呢，这个它的这个墙壁上还是有灯光了还是亮亮的，但是那一条，据我的经验全部都暗的啦，暗蒙蒙安尼啦只有游览车的车头灯了但是最后一亮，哇，刚好到了这个法国蔚蓝海岸，就哇，这个景色就非常美。所以，我用这个来鼓励我自己说，即便我们在黑暗时，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充实自己，一定有一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想法付之实现。所以也因为这样，当然有一些
信仰的陪伴，加上其实我内心也不止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事实上，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在职场、在生活碰到困难时，这个困难也许不是很大的困难，也许只是自己内心某一个心结过不去而已。但是我们都靠祷告，我们要祷告，祷告对我们帮助很大，可以让我们心静下来，可以让我们觉得说，虽然没有朋友、没有同事的支持，没有长官的欣赏跟支持，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到几年前之后，我可以独当一面，当师长，那做一些法案上的决定跟决策，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终于把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那当然，我们在面对各种的困难，不管是内外的沟通，我都记得说，提醒自己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谦卑，谦卑来面对问题，谦卑来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我们要跟他好好的沟通，好好的把问题解决，这样子的话才能有利一些法案的推动。那当然，这个部分真的是我觉得说，上帝在每一个时刻都有听我的祷告，让我在碰到障碍，在碰到不是很 OK 的情况之下，其实我内心都有感受到上帝的帮助。他在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了解，就是一定要事后回过头来回顾说原来那一个时间、那个时间点、那个症结点、那个不对的人，其实上帝已经帮我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帮我们排除了障碍。这是我想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谢谢。那个各位看到我上来就知道说休息时间到了。那在休息的这短短的5分钟里面，我们的大荧幕会放上一个 QR code， 是可以让大家来继续提问。5分钟。那我们休息回来以后，即将开始根据各位后台提出的问题，那由各位讲员来回答。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